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7号，公元2018年10月26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年轻人将要带领世界走向和平与平等。司政洛桑森格出席第6次对华事务工作会议。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专题文章指出，梵蒂冈对中国寄予厚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在达兰萨拉宫顶与来自非洲、中东和亚洲等14个冲突国家的28名青年领袖举行了第3次年度对话。尊者在对话会上向与会青年强调，年轻一代要为建设一个更加幸福的世界做出贡献。10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宫顶与来自14个国家，包括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哥伦比亚以及尼日利亚和亚洲等7个国家的28名青年进行了对话。尊者在对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的世界越来越多地受暴力的影响，因此青年领袖们要在领导人民走向和平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达赖喇嘛尊者还在对话活动上强调了他的信念，即教育是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的关键。尊者表示，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未来之一，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更全面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物质价值观、身体和情感健康整合要得以融合。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现场与会青年领袖们要在人类一体化方面做出贡献。尊者表示，全球70亿人类必须在这个星球上共存。东西南北的所有国家在未来都将相互依赖。鉴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国家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尊者最后还强调，作为人类兄弟姐妹，我们拥有这种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着天生的慈悲利他之心。当你目睹越来越多的痛苦时，用它来增强你的决心和意志力。21世纪的年轻一代必须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幸福、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你有机会和责任去做这件事，但是首先你必须培养自身内心的平静。另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组织的第6次对华人沟通交流工作会议与培训于10月2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下属行政培训中心召开。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出席会议的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新闻处秘书长夏尔林丹增达珍、藏人行政中央嘎夏秘书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罗桑尼玛、驻澳洲华人联络官格桑坚参和驻北美华人联络官次陈加措，以及来自12个不同国家，包括北美、欧洲、台湾、印度等地从事各行各业，并且长期与各自所在地的华人保持交流与沟通的45位藏人青年参加了会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致开幕词，首先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运转情况，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情况。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就藏汉交流的重要性进行了发言。司政洛桑桑格在发言时，首先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人士致以问候，开始发表讲话，并讲述了召开本次会议的意义和目的。在第1天的会议上，海外知名华人作家丁一夫作为主要嘉宾，就西藏问题的状态和挑战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在长达1小时的演讲中，
丁夫先生指出，中间道路政策值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提出藏人能否继续透过中间道路来抗争非常重要。他并分析说，中国从外部看似乎强大无比，实际上中国社会充斥各种困顿，如巨大贫富差距与环境危机，以及社会道德匮乏等等。中国早晚会发生变化，藏人应改变抓好机遇的准备。他还强调，藏人要着眼于流亡藏人社会的现代化，只有现代化的藏人才是内在真正强大的藏民族，也才能争取和保持这个民族的自由。此次对华人沟通交流工作会议与培训为期4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流亡藏人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民主宪法，我们有我们的民选官员，我们也可以享受到就像当代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有的，我们有言论自由。此外，由美国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到访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10月21号至23号，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10月22号，代表团在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政治事务负责人理查德·菲舍尔的陪同下，在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当天，这一代表团参访了西藏人民议会，受到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的欢迎。议长对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的访问表示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与美国总统的会晤，以及美国国会于近期通过的入藏互换法案的重要性。议长还赞扬美国国会和政府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一切支持，并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下去。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实习员丹增桑珠于近日撰写了一篇名为《梵蒂冈对中国给予厚望》的文章。文章以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签订的协议为本，直指中国内部的宗教管控问题。文章首先指出，梵蒂冈对与中国的合作给予了厚望，但就此事而言，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记录不佳，而且一直与自己的法律互相违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案例是1951年5月23号，强迫西藏政府签订所谓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文章最后还强调，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将使中国天主教徒的状况发生一些变化，也将导致所有的宗教政策得到改善。但是中国政府始终不会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梵蒂冈应该谨慎，对习近平改善宗教事务的希望更像是一场梦。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